主爱，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耶和华上帝所定的日子，咱今日欢喜来圣殿中来敬拜。这是咱三国起立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54首，同心阿罗天父。圣诗54首，同心阿罗天父。请坐，这是咱三甲亚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予阮搁一摆会当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因为阮所以爱的，就是一生一世拢会到上帝你的厝来朝见你，来看你的荣光，来到你的圣殿向你来求问。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每一摆踏入你的圣殿，毋但是干那欢喜、快乐、平安的心，阮的心神也会当得到饱足。毋过，阮嘛常常想起，你假使阮会好，阮却常常来无去行，偏偏就是骄傲，看家己比别人较敖。阮常常嘛评断，常常来提示阮应该去做的服侍。阮嘛有时有杂喙。去讲别人的闲话，有抵到有意还是无意中去伤害到别人。做事，阮无掠被上帝你来做主，袂向你来祈祷，无听趁你的命令甲教示去做。阮实在是得罪了你，求你来赦免阮的罪过。这时，阮嘛抱着痛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毋通黄你的面，无听阮的恳求祈祷。求你毋通对阮内面收回你的圣神，求你怜悯阮。阮不过是土粉来所做，阮就是倚靠你，互阮的一口气，阮才会当成做活命的人。求你怜悯阮的软弱，阮时常求你来甲阮同在。阮若不足的时阵，你就加添阮的气力甲信心，无互阮坠落到失志还是沉沦。阮献上阮的谦卑恳求甲感谢，求你来应允阮。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最近阮的国家官员为着百姓要改变了一寡制度，阮实在是求你借着你对阮的疼痛甲恩典，甲疼痛即个台湾的多数的正百姓，求你束缚这些官员，无论因是毋是阮同信的兄弟姊妹，拢有教育的智慧甲能力来治理这个国家。
同时，我嘛求你，无管是倒一个政党的政治人物，因所思想的一切，互因拢是为着这个土地所徛起的正百姓，毋是为着因家己的名声、地位，也是利益私欲来继续这个代志。既然顺探你的、合你的心意的，求你就甲因祝福；无合你的心意的，求你来调整因的道路。若是无合着真理的，主啊，求你就出手来阻挡。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伫双年教会有真好的牧师团队，拍拼尽心来引带阮这个兄弟姊妹，互阮也会当伫心神得到健康勇壮。求你祝福因家庭的大大小小，身心灵拢得到平安、喜乐、健康。也因为安尼，阮的牧师就会当安心来为上帝国来征战拍拼。主愿感谢你，求阿爸爸上帝将好的种子也压伫阮的心上，因为婚姻教会是阮大人的责任，毋是单单牧师的责任。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伫主的圣工拢有份，来无提示。有1分的就做1分，有10分的就做10分。互阮会当谦卑跪下来的时阵，就是祈祷；徛起来的时阵，就是参与圣工；行出去的时阵，就是传福音。结果子做做，将万民带来归向你，将一切荣光权能拢归予天父上帝你。主，这时阮也想念着，伫阮相连这个大家庭的中间，有人拄着死失。伫甲阮实在心真毋甘，为着因为因是阮的兄弟啊，求你啊亲自安慰因的遗族，甲因三甲之地，刺激因的目屎。求你即时也怜悯伊伫阮伫州部所牵的有43位兄弟姊妹，因伫病痛中，求你紧紧来恢复因的健康，互因会当早早转来甲阮三甲斗阵来敬拜阮的阿爸爸上帝，来感谢呵乐你。阮伫你的面前，无论是有声还是无声的祈祷，恳求天父上帝，你拢因为你拢知，求你照着你所欢喜的、合你的心意的，你就甲阮众兄弟姊妹来行。阮知影，阮安尼的祈祷，犹原是无够额。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行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传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咧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伫圣诗的后面第一篇启应文第一篇，也就是诗篇的第一篇。启应文第一篇，也就是诗篇的第一篇。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坐侮慢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在溪水边，伊的叶也无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
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咱即时要过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5首，咱三甲起立来吟圣诗15首，求上帝发出你的光。请坐。咱今仔日真欢喜，西罗亚诗班男声的部分要为咱来阿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歌的名是《最好朋友就是耶稣》。
班用优美好听的诗歌来侮辱上帝，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上帝。今仔日咱要所来读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甲第13节。伫个新约现代的中文译本是第9面，台语汉语版是伫第6面。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所以恁祈祷的时，爱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赐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的人，也照安尼去行的人。今日咱真欢喜，咱蔡牧师要分享的信息，就是耶稣论基督的第2讲，题目是“阮伫天里的爸”，阮伫天里的爸。咱请蔡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开始，牧师要教大家做伙来学习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拢会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毋知大家敢有真实明白这段祈祷文的意义？就是当咱咧称呼阮伫天顶的爸时，咱敢有思考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当咱咧祈祷讲，愿你的名圣，咱敢有思考讲，咱安怎做上帝的名才能得到圣？当咱咧祈祷讲，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伫地人亲像伫天人的时，咱敢有真正去思考讲，咱要安怎参与，才能催逼上帝的国降临？咱安怎祈祷？咱安怎活出生命的见证？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才会当伫咱中间显明。所以牧师期待用几礼拜的时间，甲大家做伙来学习。希望透过这个学习，互咱每一遍咧运用主祷文祈祷的时阵，毋是真正用嘴咧念，是用咱的心咧祈祷。免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是全能的上帝，也是听阮的天父。所以每一遍阮来到你的圣殿，向你祈求的时，主你就阮显明你的恩典。每一遍阮听你的话时，主你的旨意就临在伫阮的生命中间。所以阮恳求主你一时刻甲阮三甲地地，互阮有充足的智慧甲信心。听知你的话，领受你的话，无任何阻挡，也修使阮信心甲气力，佮有加倍的疼心，阮会当实行你的话，阮本身甲所有甲阮接触的人得到利益，求主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伫圣经中间总共有2种无同款的版本，分别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甲路加福音书。2个版本有小可无同，但是大致上是相同的。以后有机会，牧师会甲大家做伙分析比较。伫要分享主教是咱的祈祷文的内容进前，有2件事，牧师要先甲大家提醒。第一项事就是讲，咱通常会将这段经文称作主祷文，其实伊应该袂当称作主祷文，应该称作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因为咱若对这段祈祷文伊产生的背景来看，咱若看路加福音书，咱知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段祈祷文？其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来找耶稣讲阮袂晓祈祷，求主教示阮祈祷。
所以耶稣较将这段祈祷文教示伊的门徒，互伊的门徒知影。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教示伊门徒，就是教示咱的一个祈祷文，所以毋是伊家己的祈祷文。那对内容来看，咱嘛知影，耶稣基督是无罪，无罪耶稣基督无可能爱求上帝了解伊对上帝的辜负，也无需要求上帝救伊脱离迄个歹的手。所以咱明白，无论对背景来看，对内容来看，这段祈祷文拢毋是耶稣基督的祈祷文，反倒当是耶稣基督教示咱的祈祷文，也就是咱本身的祈祷文。那对这个角度来看，安尼咱感谢上帝，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互咱一个真宝贵的礼物，伊互咱透过伊所互咱这个祈祷文来学习安怎做正确的祈祷。所以因为安尼所以有第二项重要的代志要大家提醒，就是咱每一遍咧运用这个祈祷文来祈祷的时阵，咱必须要爱用一种真敬虔、真慎重的心来运用。当然，伫现主时的教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你有洗礼无洗礼，你有信仰个别也无信仰个别，咱拢会当使用这段祈祷文。但是咱咧明白伫早期的教会，伊甲圣餐同款，只保留互教会的正式的会员，就是讲，你有个别你的信仰接受洗礼了，你明白圣餐的意义，你明白主教是咱祈祷文的意义，才会当来使用。因为因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因为如果你无真实去明白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南三营，这初代教会看做是无适合的。所以因伫这人要接受洗礼进前，要信仰个别进前，拢爱安排这课程，互因了解什么是圣餐的意义，什么是主教是咱祈祷文的意义。了后，当因受洗礼的第一遍，迄个礼拜的时阵，因才当第一遍来使用这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才当领受圣餐。然后以后，当伊这人接受洗礼了，以后伊每一天拢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来显明伊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初代教会称这个祈祷文叫做信徒的祈祷文。而且因咧使用的时阵，咧运用的时阵，拢是用真慎重、真敬虔的态度咧使用。以前伫教会中间咧礼拜的时阵，若要用这段祈祷文来祈祷的时阵，东方的教会因拢有一段引言，伊安尼讲主啊，互阮配得安尼讲，互阮会当快乐，而且无冒犯，甲作为阮的老爸。伫天顶的上帝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顶的爸。所以因知影这祈祷文是遐尼重要，所以因用这个祈祷文，有一个箴言来使用。西方的教会，就是大公教会，因是安尼讲，阮是无配得用这款的祈祷文来祈祷，但是阮感谢主，互阮会当用这个祈祷文来成做阮的祈祷。讲即句了，才开始用祈祷文来祈祷。所以表示因是用这种真敬虔、真慎重的心来运用这个祈祷文。今仔日咱所有的人拢会当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但是咱在祈祷的过程中间，较有可能因为今仔日真方便使用，所以咱在使用这个祈祷文的过程中间变做形式化，变做有喙无心啦。而且咱看到，咱若看马太福音书，咱顶礼拜有讲到，耶稣咧教示这段祈祷文进前，伊是咧提醒咱注意一件代志，就是讲毋通互祈祷变做形式化。咱祈祷是咧对上帝祈祷，毋是咧对人祈祷，所以毋通互祈祷变做咱互咱感觉互人表示讲咱真敬虔的一个工具。耶稣讲安尼，然后教示咱这个祈祷文。所以提醒咱毋通互祈祷变做一个形式化。所以咱今仔日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咧祈祷的时阵，咱爱做一个反省。当咱用喙咧念这段祈祷文的时阵，
你敢有对心底真实，咧透过即个祈祷文咧对上帝祈祷，毋通滥散用即个祈祷文。所以咱真认真来学习。牧师要用5个礼拜的时间，甲大家来看即个祈祷文。虽然即个祈祷文真短，但是因每一句拢会带互咱真深沉的启示甲信息。咱今仔日要来看第一句，第一句伊是安尼讲，讲耶稣讲，所以恁爱安尼祈祷，阮伫天顶的老爸，阮伫天灵的爸。耶稣咧对咱讲，咱祈祷的对象，咱祈祷的对象，即个上帝，伊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但是伊嘛是咱伫天顶的老爸。耶稣咧揭示咱的祈祷文，称呼上帝做咱伫天灵的爸，意思讲咱祈祷的对象是天父。一般的宗教信仰对神明是采取相当敬畏的态度，甚至敬畏甲会惊吓。咱看到一般民间宗教拢是安尼嘛。咱英国咧读册时阵读到迄个《论语》孔子讲啦，敬鬼神而远之嘛，敬鬼神而远之。讲爱敬畏鬼神但是毋通甲伊伤过接近。咱民间的俗语嘛讲，请神容易送神难，对无？因为甲因这神足可怕的，毋通互伊踮伫遐伤久，上好伊会当保庇你但是恐惊讲咱得罪伊，受伊处罚。所以一般的人，一般的信仰是对因所敬拜的神明是一种非常敬畏的态度，甚至敬畏到讲会惊吓。但是伫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中间，对咱讲，咱祈祷的对象是伫咱天顶的老爸。随上伫耶稣基督的信息中间嘛，一再咧强调这。如果咱来看路加福音书15章，耶稣咱普通讲浪子的譬如，其实即马你若看现代中文译本，是改做慈爱老爸对无？伊讲耶稣讲天父上帝就亲像一个慈爱的老爸，咧听候伊的囡仔悔改，倒转来伊遐。所以耶稣咧讲即个咧反省即款的咱的上帝的时阵，互咱明白咱所信仰的上帝，毋是一个高高在上，离咱真远的上帝，是一个咱会当亲近，咱会当对伊讲出咱的心声的老爸。这对咱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啊！咱有一个伫天顶的老爸，伊静静咧听候咱对伊祈求。所以伫遮咱学习到，咱祈祷爱亲像一个细汉囡仔同款，囡仔来伊的老爸祈求，咱的祈祷嘛是安尼，专心望咱伫天顶的老爸会当听咱祈祷。实际上，这是上帝互咱一个足大的应允。咱若看约翰一书第3章第1节，伊讲：恁看，天父我尔啊疼咱，甚至称咱做上帝的儿女，实际上咱就是伊的儿女。所以咱明白，咱甲咱上帝的关系，毋是一个主人甲奴仆的关系，是一个上帝甲是一个老爸甲囝儿查某囝的关系，毋是奴仆的关系。囝儿甲查某囝甲奴仆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牧师今仔要分3项，甲大家分析。对这3项中间，咱嘛爱有3个回应。第一项就是咱若是上帝的奴仆，咱若干若是上帝的奴仆你看咱奴仆足惊主人对无？所以伊甲主人的迄个关系是敬畏，而且是疏离的。奴仆真惊拄着主人得罪主人，但是那儿女无共款，儿女甲老爸关系是安那？是当享受迄个关系是亲密的。因为主人奴仆真惊主人嘛所以真侪人信上帝伊感觉讲上帝对来讲是一个真悬的标准，伊上帝就敬畏惊吓。一般的宗教信仰，我拄则有讲过嘛。咱台湾人因为传统文化的关系，对神明有一个惊吓、敬畏、敬而远之的态度。拢足惊讲若
假使若无细腻吼，去得罪神明，若咱心灵受气吼，咱就会受灾害嘛。我细汉也未信主进前吼，阮厝里虽然无服侍啥物神明，但是吼，有时阵会看人迄神明咧出巡对无？我做细汉的时阵吼，阮老母就甲我警告，讲迄神明若伫遐咧出巡咧七夜八夜伫咧路边咧行，你毋通去遐黑白撞，吼！你若万一叫伊磕着吼，你会翘伊，所以我惊要死诶。迄人逐摆看到迄人迄神明咧出巡，我拢避要看，佫毋敢看，足惊讲若惹伊受气吼，去互处罚。咱细汉嘛有迄个经验，咱的士大人嘛咱讲吼，我毋知恁敢有即个经验啊？讲吼，迄月娘袂当学袂煮，吼，若只安怎去互挂耳仔对无？吼，因为有人认为月娘是神嘛，吼，所以惊得罪伊嘛，吼，惊侮慢着伊，咱会受处罚。这是一般咱伫外点伫即个文化传统内面。有诶人因为咱外点伫即款诶传统吼，信耶稣了，信上帝了，用即款态度咧看上帝。伫伊心诶内在诶深诶所在，伊认为讲，上帝甲像是一个迄个情绪无啥稳定诶恐怖分子吼，所以提心吊胆，真惊得罪上帝，惊去互处罚。这就是做奴仆诶人。咱看到做奴仆诶人，伊足惊上帝嘛？伊感觉上帝是一个足悬诶标准嘛？伊足注重迄个上帝诶律法嘛？上帝讲袂当做啥，上帝讲会当做啥，伊都搁做袂到，所以伊足惊上帝。往往即款诶人，伊用即款心态去敬拜上帝诶时阵，伊无真正诶平安啦。伊会晓得惊上帝，但是袂晓得去亲近上帝。即种诶人歹当当。信了真痛苦，但是咱看到圣经中间所讲的上帝，毋是安尼啦。伊讲，因为上帝所赏赐的灵，毋是要奴役恁，毋是要将恁当作奴才，互恁游玩活踮伫惊吓中间，是要互恁有上帝儿女的名分。所以，当咱信上帝了，咱明白，咱来敬畏上帝，因为上帝有一个标准。但总是，上帝是疼咱，亲像老爸的一个上帝。所以，上帝对咱有丰盛的慈爱，咱来明白这个。所以，咱一方面爱敬畏上帝，一方面咱也爱疼上帝，因为上帝疼咱。大家拢知影，我伫教会的时阵都无老爸，但是我细汉的时阵吼，其实我有享受真济我老爸的疼。伫我印象中间。老爸吼，阮老爸是一个真严厉、严苛的老爸，伊对我的要求拢真严啦吼。特别吼上讨厌阮讲白贼。我记得我有一遍吼，我细汉时阵咧写字吼，拢学白做啦，去学校是去佚佗的啦，作业摕倒来就学白做交出去吼，逐个作业的成绩拢足歹。有一届是可能上过分啊，可能写到连我家己拢看无我咧写啥，所以老师我拍一个足歹看的分数吼。我想讲哇，顶日迄个分数转来摕转来，就去互骂到半死啊吼！即声若即个分数摕转来，我真正惨啊！所以我就想讲，我赶紧拿即个簿仔来藏起来吼，换一本新的啦吼。我来藏伫倒，你知影？我迄拖仔来开起来，拖后壁有一个坎着，我来迄本钱伫遐，想讲安尼无人知影，叫我老爸开拖仔，迄本我落落来，伊一看我，哇，这成绩遐歹，搁甲我藏起来，足生气的迄遍吼，我印象足深的，叶皮大老输啦，输到我伫遐一直走，我伊在掠，阮老母伫后壁咧掠，要互我保护，惊我去互拍死。伊生气了，拍了，我就一直哭，然后阮老母就我讲，你爱去甲恁老爸会室咧。我就走去甲阮爸爸，咱囡仔拢嘛是安尼，讲爸爸，我也敢毋敢啦吼，拜托你原谅我也敢毋敢，绝对袂安尼做啊吼。阮老爸讲了吼，阮老爸做两件代志，我印象足深的。第一件代志吼，迄阵我咧哭着啊，伊拢老揽的，揽要做案哦，互我规个人拢。伫个怀抱中间，伫遐继续哭，
但是迄个时阵，我其实了解讲，阮老爸真正疼我，若无疼我，袂安尼老我处罚。啊，搁第二件代志吼，伊拢送我去学书法吼，所以我今仔写字讲，第一会看一，就是讲迄个时阵有拍了有基础啦吼，基础拍了有按。啊，所以即个经验，互我真明白讲，一个老爸的形象就是安尼。咱来敬畏伊，因为伊有一个标准，伊对咱有期待，但总是伊是疼咱。伊明白讲，咱软弱无法度达到迄个标准，所以伊不断用伊的慈爱来引带咱、帮助咱，互咱会当渐渐行伊替咱安排计划。这就是咱甲天父中间的关系嘛。所以咱来明白，咱毋是奴仆，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咱的老爸，咱应该享受甲上帝伫迄个美好的关系中间。所以当咱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咧祈祷的时阵，咱讲阮伫天上的爸的时阵，咱咧讲一句话，咧用一句话祈祷的时阵，咱就爱明白，咱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咱要享受伫上帝迄个疼的中间，所以咱对这爱有一个回应，就是咱来大胆来投靠上帝，咱大胆来投靠上帝。意思是讲，当咱咧祈祷的时阵，咱毋是亲像一个奴仆，惊主人，毋敢甲主人亲近。咱是上帝的儿女，咱是要借着祈祷来甲上帝亲近，去享受关系。有一寡人认为讲吼，祈祷就是向上帝讨物件啦，讨咱的需要的物件。咱毋通忽略吼，上帝会当吼，咱有时吼拢将迄个上帝互咱的物件，当作比咱甲上帝的关系更较重要，实际上是毋对。享受甲上帝的关系，比咱等于求啥物更较重要。有一个人爱上帝，互咱足侪丰盛的赏赐。无爱咱无爱上帝介入咱的生活，无爱甲上帝建立关系。这真无好的一种态度。我记得我有一遍生日吼，啊到尾阿嬷的时阵，我的囡仔吼，迄阵母亲还做细汉，国小低年级，伊拢来找我讲爸爸，啊鸡卵糕咧，啊鸡卵糕，我的生日你甲我讨鸡卵糕，伊爱食鸡卵糕。我就来问讲，母亲啊，你是爱爸爸还是爱鸡卵糕？伊拢话我讲爱看什么口味的。那巧克力豆伊可能较爱啊，若其他的口味伊无爱。你想讲吼，做一个老爸吼，是期待伊甲咱亲密有建立关系吼，比咱会当互伊的物件较重要，对无？相反，你要明白上帝，上帝期待甲咱建立关系啦。圣经人讲，恁亲近上帝，上帝就得较亲近你啊。咱毋通逐摆来到上帝面前吼，就是要向伊讨物件啦。前阵我著看一个笑话，讲一个囡仔甲因爸爸无钱啊，甲因爸爸讨钱，讲爸爸我无钱啊，要读册需要寄钱来。因爸爸拢来回一个简讯来讲吼，囡仔，即马连诈骗集团吼。要人骗钱吼，拢爱加减甲人开讲。诈骗集团要来骗你的钱嘛，爱甲你建立关系。啊无，咱拢无要甲咱的老爸老母建立关系，拢一直要来讨啥物货。而且享受关系比咱得到啥物更较重要。这是咱爱学习的第一点，就是咱爱大胆去投靠上帝，甲上帝亲近，去享受上帝要赏赐咱的疼。如果咱能让常常甲上帝三甲伫咧，我相信伊的赏赐一定够也咱用。第二项，咱来看奴仆甲儿女的无共款。奴仆因为惊处罚嘛，所以伊做啥物代志不得不做。你做啥物代志只是咧尽义务尔。所以如果你若是有奴仆的心的，你进行所有的信仰活动，拢是亲像咧尽义务，拢形式化嘛。做啥物货拢毋对，
无做阁真艰苦。我过去伫大专中心要服侍的时阵，有一天有一个学生来找我，伊甲我问讲：牧师啊，如果若礼拜日吼，我若无去做礼拜，我敢会安怎？我心中知影讲，啊，这个囡仔可能无啥爱做礼拜，啊，佮感觉讲吼，佮毋敢无去，吼，伊心肝想要问讲，啊，牧师，我若礼拜日无去做礼拜吼，走去约会，走去佚佗，敢会出代志？啊是讲我若走去甲朋友聚餐，食物件，敢会落屎？敢会叫上帝拍骹声，叫上帝处罚？所以我实在明白，这人上较大的问题是，伊出伫伊对上帝的心态，好亲像做礼拜是一种尽义务嘛。啊，我若无尽义务，上帝一定会找我麻烦嘛。啊，所以我就来互伊一个上较简单的回答，我就对伊讲，如果你若礼拜日无去做礼拜吼，安尼你的损失会真大。因为咱本来当真自由去享受天父上帝替咱安排宴席嘛，咱会当伫这宴席中间去享受甲上帝同在的美好嘛。啊，遮尔丰盛的宴席，遮尔好而且宴席你无要来，当然损失真大嘛。相款的道理嘛，表现伫奉献这个操练顶面。如果咱有落魄的心，咱将奉献当作义务，当作缴税。如果咱若无缴，上帝就亲像国税局的人会来找麻烦。这种人将奉献当作上帝咧剥削咱的产业，这是毋对的。咱所有的产业拢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咱会当自由而且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回应上帝的恩典。相款祈祷嘛相共，有落魄的心的人咧祈祷，是一个公式，是一个形式，是一个义务。无做感觉怪怪，啊做佫感觉毋甘愿，安尼真痛苦。甚至咱有人将祈祷当作处罚人的工具。比如讲，咱若咧聚会时有人祈祷讲，啊你祈祷你祈祷，用祈祷来用处罚。啊祈祷原本就是遐尼美好，上帝互咱一个足好足大的权柄，互咱会当透过祈祷甲上帝亲近，结果咱用祈祷来用处罚。咱爱将即款的观念改变。祈祷是做上帝囝儿甲查某囝一种权利啦。咱应该爱调整，咱爱将做礼拜当作一种荣耀甲享受的权利，将咱来参与祈祷会当作甲上帝亲近的一个机会，这是一种祝福。所以咱来脱离迄个做萝卜的心，咱来真真正正有迄个囝儿的心。所以当咱伫祈祷的中间，咱咧呼求，咱伫天顶的爸的时阵，咱真清楚，咱享有做儿女的权利，这是无信的人无法度享受的。所以咱爱有一个回应，就是咱亲像囝儿甲查某囝，咱来敬拜、来祈祷、来服侍，拢是享受做儿女的权利。咱好像一个细囝相款，伫咱上界需要的时阵，咱会当将咱的父母揽调调，会当亲近伊。其他的人袂使，这只有上帝的儿女才会当经验得到的美好。所以咱来享受同在，并且透过这款的同在，咱重新得到快乐。最后一项，咱看见到萝卜甲儿女无共款的所在。萝卜咧做代志，拢是做苦工，但是儿女是欢喜甲上帝同工，因为这个产业是属于咱的。有的人会安尼问讲：如果若上帝掌管一切，而且对一切拥有的有绝对的主权，那上帝在成就一切，为什么咱来祈祷？咱祈祷，敢真正会当改变咱所面对的困难吗？如果上帝若要改变，伊就自然而然的改变。这种想法有说法对，佮说法毋对。上帝是有一个绝对主权的上帝，伊会成就，伊要成就一切事。但是上帝真特别的，就是伊透过祈祷，互咱会当甲伊同工，互咱会当透过祈祷甲伊同工。上帝爱咱参与伫伊的工作中间，
透过安尼，互咱明白咱的价值。咱细汉人来甲咱的爸母做伙工作的时阵，爸母大多数的所有的工作拢会做了，然后互你参与一点你就感觉做有成就感，对无？哦，我有做即个工作。比如讲，咱甲爸母咧算迄个拼图的时阵，爸母将咱大人将迄个所有的拼图拢拼好，留几块互你拼，你来录入了，你若准讲我有参与伫即个过程中间，我有完成即件代志。上帝的动工的方式就是安尼，伊爱咱透过祈祷去明白伊的计划。咱透过祈祷明白上帝伫咱中间的计划，然后咱能参与伫即个计划中间，透过安尼甲伊动工。所以咱对安尼来看，有萝卜的心的人，伊无明白这个，所以伊所有咧做所有的工作，拢咧做苦工，无法度享受工作的快乐甲成果。伊哪做就哪痛苦，因为伊是带重担来服侍，但是做儿女的是带喜乐来服侍。伊明白，伊伫服侍中间的享受甲上帝同工的喜乐。而且圣经中间有一个足大的应允，伊讲：只要咱分摊基督的苦难，咱也要分享伊的荣耀。意思就是讲，咱透过祈祷，透过服侍过程中间，分摊基督的苦难，将来咱也要分享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我尔好的愿望。所以咱的服侍就得到激励，哪服侍就哪甘甜啊！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当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讲阮伫天的爸的时阵，咱知影，咱是透过祈祷咧甲上帝做伙同工。对安尼，咱爱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咱爱欢喜祈祷，真爱祈祷，因为祈祷是上介好的服侍。咱借着祈祷，甲天父上帝同工。最后，牧师要甲大家讲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咱拄则有讲过萝卜的心，也有讲过儿女的心。要安怎对萝卜的心转变到儿女的心？上介重要的关键就是，咱来接受圣神的引传。因为圣经安尼讲，伫罗马书第8章14节讲，既然被上帝神引传的人，拢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咱爱被上帝的神引传。每一个真心悔改的基督徒，当咱告别咱的信仰，受洗的迄个时刻开始，圣神就落住伫咱的心肝中间，伊会伫咱的生活中间引传扶持、安慰、帮赞。上界重要是圣神会当互咱明白咱甲上帝中间迄款亲密的爸囝关系，而且圣神所享受的能力、大的稳定，活点伫咱内在的时阵，互咱的祈祷就充满快乐，互咱明白咱会当透过祈祷参与伫上帝的圣工中间。牧师是何等期待咱双年教会是一个祈祷的教会。我是望讲，咱伫生活中间不断祈祷，也当来参与伫教会中间的祈祷会，透过圣神的引传，互咱灵命都活泼起来。当咱明白咱有即款的官兵的时阵，咱的教会就充满祝福人的快乐。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互阮有愿望，主阮知，当阮呼求，阮伫天顶的爸时，阮明白阮甲你有亲密的关系，阮享受主伊所享受阮儿女的权柄，特别阮透过祈祷会当甲你同工，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啊！求主赐即款的福分，持续互阮会当继续甲你三甲地地做伙同工，而且也充满快乐，透过祈祷来祝福人，来荣光你。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63首，至圣的天父求你阿罗听。咱三角起立来吟。
圣诗263首。伫未奉献的大圣，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头一摆来到阮的中间，甲阮三角做礼拜。如果恁伫外口若无留来宾的留名卡，请恁伫恁座位进前有来宾的留名卡，请恁摕起来填写。毋通交收奉献的即事，请恁毋通咧奉献地啊，请恁交收奉献的即事吼，是实的，嘿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若阁毋知影奉献的意义的人，恁也是有不便的，恁就请恁毋通勉强。即时咱三角来奉献。
万权能经跟阮的阿爸爸上帝，为着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阮就献上阮无限的感谢，因为无论阮拄着顺境逆境，拢是有你好的旨意甲安排。阮的财情、健康、钱银，甲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想赐的。若无你的恩典，阮就空空袂得通来做啥物。即时，阮奉献淡薄的金钱，要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你来感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我来报告，咱会当掀开周报的第5页。咱本周特别的事工，伫明仔载开始，一直到11号有3天，拜1到拜3。牧师团甲3位长老甲7位同工要去新店的行道会，要参加系统的演习会，要为着小组的事工来拍拼。咱若有啥物代志的时阵，会当联络蔡主任牧师，伊的行动电话行动电话伫个顶头咱家己来看。第二件就是咱的集体关怀，咱真毋甘，咱有2位兄弟拄着死失，就是本会会友高文浩弟兄，也就是郑碧松姊妹的囝伊已经伫今仔日早起伫第2殡仪馆的迄个敬仰厅来入殓火化。伫下昼1点半的时阵，要伫咱教会10楼举行告别礼拜，请咱兄弟会当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慰祝。本会阁有另外一个兄弟，就是陈彦豪兄弟，也是咱张顺良姊妹的囝，伊伫12月26安享主怀，要伫后礼拜2，就是1月初10上午的10点，伫个第2殡仪馆敬仰厅第4厅，也就是第2楼的第1间，要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咱兄弟嘛会当关心代祷来参加，愿上帝来安慰遗嘱。今仔日下昼1点半，若相连团契的人要参加这个高文浩弟兄伊的告别式的人请恁会当12点伫个北控寺迄个教室斗阵来用餐。咱伫共款这页第5页，总务委员会有一件消息特别交代咱若团契甲私班一寡财务的报表、团票，甲一寡扣缴的资料、风险证明这个代志，咱爱紧来交予咱的科主任，因为今仔日是上尾工，因为这有过节年度的关系，所以咱会紧来甲提出来那第6面有记载到咱的青少年牧区的一寡事工，我想咱大家拢知，咱来将咱的青少年、咱的主题来交代予上帝，交代伫教会，咱会当真放心。因的一生不管是安怎，只要因若牵调伫上帝这个信仰，咱就会当来放心。有青少年这牧区有一寡亲子营，咱会当做父母的，嘛会当甲因参加。阁有生命建造的营造的特会，咱会当来注意来看。伫个周报的第6页，伫第7页，我爱特别甲恁报告，就是讲，咱有装备的课程。实在讲，咱若无参加，咱会足无彩、足可惜的虽然遮已经报名的人数已经真济但是时间即要截止我特别甲恁呼吁一下，咱伊的装备课程就是咱
蔡主任牧师伊为着咱要开一个小组训练的课程，有7讲。因为咱规年趟天无可能定定来安尼开吼，所以恁来把握即个机会，紧报名参加。伊伫早起场的是伫咧12楼的礼拜，即马已经有报名有70个以上啊，所以已经真济吼。伫暗时即场是伫咧8楼的北控室的教室，嘛已经有73个啊，所以看起来是真热。咱嘛真欢喜，有足侪咱的兄弟姊妹愿意投入圣工伫做小组的工作吼。但是阁有剩几位所以阁有机会，所以伫遮甲大家呼吁，会当尽量毋通放弃即个机会，紧来参加。阁有一个就是咱基督徒毋通毋知的八堂的课程。咱常常咱伫传福音的时阵，会拄到无道友问咱做的问题，其实遮拢有甲恁来解决遮个问题。请咱会当若有时间，会当来支持参加。即个8个课程对咱来讲是真有帮助，会当来传福音的时阵，做咱真好的迄个器具，甲咱的气力伫遮咱来看咱伫第10页其实咱有身体欠咱的兄弟姊妹咱可能想讲咱袂得通做啥物，但是咱会当为因来祈祷才有43位，咱常常伫祈祷中来纪念因求上帝医治因紧紧恢复健康来甲咱斗阵3角做礼拜，来阿罗上帝以上报告剩的若无讲的咱家己周报再小看卖一下接下来我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大家平安。咱来欢迎今仔日的新朋友，遮有一位周正茂神师。好，伫头前遮欢迎。好，欢迎。咱阁有，咱中间阁有迄个丰原的阿叔，阿叔起来咱来拍鼓来欢迎其他有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伫圣殿中间甲你亲近，透过你的话，阮也得到快乐。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阮领受你大的快乐。求圣神赐了福源的能力，互阮会当完完全全福源。透过阮生命的经历来为你做见证。来祝福其他的人，做阮中间，也有因为病痛无法度来到阮中间的，也有人拄着亲人的死失的，求主你亲自安慰、保守甲看顾，从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显明，也互阮透过这人生的过程去体验主丰盛的恩惠。我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上人教会所有兄弟姊妹，阮拢得到你所赏赐的平安。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要来吟上行508首，上行508首，咱3角起立来吟。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吟诗煞请蔡牧师祝祷。
愿天父上帝恩典慈悲，耶稣基督拯救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甲咱三甲弟弟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绿岛社温共受差遣。